屬靈分享得救的確據馬志明傳道夫婦你好，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好的開始。新年真是一個非常喜慶的日子，但每逢來到年初幾，便聽到人們掛着口嘆氣說唉，又過咗年了。其實新一年是剛剛開始，過咗是上一年。從節日喜慶角度，一年之始春節的確是過咗，但一年的喜慶是可陸續有來，在於人自己與宇宙萬事，並萬事萬物的主宰，怎樣去互動和領略。同樣，基督教常提說的得救，意義不止於從免去死亡和危難的角度出發，更且是開啟生命與萬事萬物之主宰互動的開始。人不會是得救咗，就夠就好，而是生命和人生剛進入新的開始。今日的人和世事充滿太多相對和比較，帶來對自己和別人許多懷疑和質疑。如此，若有能夠確實和確定的事，就顯得很珍貴和值得珍惜，對我們是好的，令我們不會左搖右擺和並沒在懷疑中。尤其神救恩的確據所帶來生命的確定性，在今天對我們是極度重要。現在想分享一篇妻子在決志信主那年1996年，她應老師的要求所寫的名為得救的確據，繼而於2014年11月年11月3日在基督教週報2623期文林發表過的文章《得救的確據》，作者馬卓翠瑩。備註：文中在計算信主日子的部分因應當時投稿年期有所調整。內容如下：1996年10月，在沙田大會堂的基督教佈道會上，向着眾人並主的跟前，我與神立下了承諾，承諾從此以後都忠心一意的跟隨他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無論如何都是那麼堅持地倚靠他，沒有徵求任何人的意見，也沒有問準父母的同意，我便先斬後奏，看來彷彿有點擅作主張，自以為是。可是我始終無怨無悔，哪怕直至今天，我仍然會為自己當時的決定感到非常光榮和欣慰呢。深信上述除了是我個人的剖白，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相同經歷。雖然出身自佛教家庭，卻絲毫沒有受上一代宗教取向的影響，私自投奔到基督教的門下。也許這都是上帝刻意的造就，是我跟父神的一種聯繫，為着此種永恆的聯繫。主啊，我感謝你，深深切切的感謝你。小時候總覺得世界十分簡單狹隘，吃喝玩樂好像就是我生活唯一意義似的。只要每天都有這幾樣元素，已經心滿意足了。年幼時的我，還懂追求什麼呢？不過打從升讀初一，更換了新的學習環境，許多舊有思想都過去了。昔日遊戲為上的孩提時代總算告一段落。中學生涯是一個讓我以另一角度去觸摸人生的階段。在這條你我的必經之路，我的思想逐漸變得敏感多了，複雜多了，開始學習人家追求所謂愛和感性的心靈體驗。為了要令這個精神上的開發地得着更確切的進心，我便培養起閱讀小說的興趣來，如是者、瓊瑤、張小嫻、亦舒、鄭子玲、張愛玲，廢寢忘食的灌了一大堆，依然感覺欠缺什麼似的。偏偏在一次機會，我因上學遲到而給學校留堂處分。留堂室的沉寂氣氛，往往教人納悶。迅速的做妥家課後，無聊地搜背包，只摸得聖經一本，便不自覺把它翻閱起來。奇怪的是，於過往的宗教課堂，我亦有不少讀經的體驗，竟沒有金燙的認真。就在如此切實的咀嚼之下，我初次感應到以前從未有過的心靈衝擊。雖然僅僅是一段小小的章節，卻有如親歷其境。自此起，我便開始對聖經產生了無法解釋的興趣。說不出聖經對我的吸引，說不盡從聖經裏我的所收所獲，只知道那像傲古神中的教訓，
一息間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脈。塵世的悲歡離合與憂患絕望的謎底是一理通百理明的，都完全得到了答案。在聖經裏，我體認到最無限的智慧，領悟到最高尚的情愛。然而至今，唯有是神的教誨才能永遠讓我感到滿足，得着撫慰，讓那顆漂泊的心找到終生的靠岸。只要在我需要愛和力量的時候，主的話都能深深的觸動我。如今數來，信仰的生活將近10多年啦。每個禮拜天的崇拜，我盡可能都參與。這不表示我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只是我明白自己的心智實在脆弱，容易受魔鬼所牽引。為借恆常聚會、靈修，製造更多親近神的機會，培養穩固靈性根基。如果要我形容對主的倚靠，腦海立刻出現扶手2個字眼。深信你我均有過走梯級的經驗。扶手或許不是我們常握的，但若缺乏它的存在，又會渾身不自在。特別當我們不慎摔傷的當兒，它更是那不可或缺的倚仗，將搖搖欲墜的身體穩住，重獲平衡的據點，並賜下了無比的安全感。在漫漫人生路上，背負着堅固信心的角色，助我們走得更穩，攀得更高。阿門。山引號。遍地冰霜隨處跌宕，但我知主恩典足夠克服駭浪，無力的心可變堅壯。